上部4，賣蔬菜的中間夾雜着賣短劍的，賣地毯的旁邊就是賣各種各樣煙袋的。但是，男孩的目光一直緊盯着他的新朋友。不管怎麼說，男孩所有的錢都在他手上呢。他本想把錢要回來，但又覺得那樣做不太禮貌。他並不了解這塊陌生土地的風土人情，盯住他就行。聖地牙哥暗自思忖，反正自己比他強壯。在紛繁雜亂的商品中間，他突然看到一把劍，那是他見過的最漂亮的劍，包銀的劍鞘，黑色的劍柄，柄上鑲有寶石。男孩暗暗發誓，從埃及回來的時候，一定要買下這把寶劍。請你問一下攤主，這把劍多少錢？聖地牙哥對他的朋友說。有那麼2秒鐘，他只顧盯着看那把劍了，沒聽到回答。男孩的心一下抽緊了，胸口仿佛壓了一塊巨石。他不敢扭頭，因為他知道將會看到什麼。他的視線繼續在那把漂亮的寶劍上停留了片刻，最後終於鼓足勇氣轉過身。他的周圍集市上的人熙來攘往，高聲喧嘩。地毯攤中間夾雜着賣榛子的，生菜堆旁邊擺放着各種銅托盤。街上的男人手牽着手，女人則都以面紗蒙頭。異國的菜餚散發着香味，他那位夥伴的面孔消失無蹤。聖地牙哥仍一廂情願地認為他們只是偶然失散了。他決定留在原地，等着少年回來。過了一會兒，有個人爬上一座高塔，開始誦經。所有人都雙膝跪倒，以頭觸地，亦跟着誦經。隨後，人們像勤勞的螞蟻般拆掉攤位，四散而去。太陽快要落山了，男孩望着太陽，望了許久，直到他隱藏到廣場周圍那些白色房屋的後面。男孩想起早晨太陽升起的時候，他還在另一塊大陸，還是個牧羊人，擁有60隻羊，而且要依約去見一個女孩。早晨，他走在田野上，那時將會發生什麼事情，他全都知道。然而，太陽落山的此時此刻，他卻已置身於異國他鄉。身為異鄉客，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，在這裏，他甚至聽不懂人家說話。他已不再是牧羊人，已經一無所有，甚至連回程的錢都沒有。何談實現心願？一切都發生在太陽東升和西落之間。男孩想，他為自己的處境感到難過。在生活中，事情有時會在一瞬間發生變化，人們根本來不及去適應這種變化。他一向羞於流淚，甚至從未在他的羊群面前哭過。但此時，集市已散，廣場上空空蕩蕩，他獨自一人身在異地，遠離家鄉。男孩哭了，上帝如此不公平，竟以這種方式回報相信夢想的人。從前跟羊群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很快樂，而且總是把快樂傳達給周圍的人。大家看到我出現，都會熱情款待。但是現在，我既傷心又鬱悶，我該怎麼辦呢？我會更加痛苦不堪，不再相信任何人，因為有人背叛了我。
我會仇視那些找到秘密寶藏的人，因為我未能找到自己的寶藏。我永遠要盡全力保住手中所有，哪怕是很小的一點，因為我太渺小了，無法將整個世界攬在懷裡。聖地牙哥打開答，看看裡面，或許還有點在船上吃剩下的三明治。然而，他只找到那本厚書、那件外套和老人送給他的兩塊寶石。一看到寶石，他頓時覺得輕鬆了許多。他用6隻羊換來了這兩塊寶石，它們是從一面純金胸牌上取下來的。他可以賣掉寶石，買一張回程的船票。這回我可得機靈點。男孩一邊想，一邊將寶石從匣裡拿出來，藏進衣服口袋裡。這裡是港口，這是那少年對他說的唯一一句真話。凡是港口，總免不了盜賊充斥。現在，他明白了酒吧老闆發脾氣的原因。那老闆試圖告訴他不要輕信那個少年。我和別人沒什麼兩樣，總是以理想的眼光看待世界，以為事情會按理想的方式發展，而不會用現實的眼光看待世界，看不到事情真相。他想，聖地牙哥再一次察看那兩塊寶石，小心翼翼地依次撫摸它們，感覺到了寶石的溫度和光滑。這是他的一筆財富，單是摸摸它們，心裡就踏實了許多。寶石讓他想起了那位老者。當你想要某種東西時，整個宇宙會合力助你實現願望。老人曾這樣對他說。聖地牙哥很想弄明白那句話是否真實。他正站在一個空蕩蕩的市場上，身無分文，今晚也沒有羊群需要他照管。然而，他曾遇到過一位王，這寶石就是明證。王知道他的經歷，知道他父親有支槍，還知道他的第一次性經驗。老人還告訴他，這兩塊寶石是占卜用的，名叫烏靈和圖明。男孩將兩塊寶石放回答，他決定做個試驗。老人說過，問問題要清楚明白，因為寶石只對知道自己欲求的人起作用。男孩先問老人對他的祝福是否依然有效。他掏出的是那塊意味着是的黑寶石。我能找到我的財寶嗎？男孩又問。他把手伸進答，剛要拿起一塊寶石，兩塊寶石卻從一個破洞漏了出去。男孩從未發現他的答有破洞。他彎腰去撿烏靈和圖明，但是當看到掉在地上的寶石時，他腦海裡又浮出另一句話：要學會尊重預兆，循跡而行。麥基洗德曾說過，這是個預兆。男孩暗自笑了，然後他從地上撿起那兩塊寶石，放進答。他不想把那破洞縫上，只要寶石願意，盡可以從那裡流出去。男孩已經明白了，有些事情是不應該問的，不能逃避自己的天命。我曾許下諾言，自己的事自己作決定。他暗自思忖。寶石已經告訴他，老人並未拋下他不管，這令他信心倍增。他重新環顧了一圈空蕩蕩的市場，先前的絕望已經蕩然無存。這不是陌生的世界，這是個嶄新的世界。其實他期望的恰恰就是認識新天地。即便永遠到不了金字塔，他也比任何一個他認識的牧羊人走得遠。要是他們知道2個小時船程的地方，
竟有這麼多新鮮事物，該作何感想啊？展現在他面前的新天地雖然只是個空蕩蕩的市場，但他已經領略過了充斥市場的勃勃生機，並永遠不會忘懷。他想起了那把寶劍，看他一眼所付出的代價可謂高昂，但他畢竟見到了他過去從未見識過的稀罕物。他突然覺得被騙之後，他可以像個賭的受害者一樣看待世界，也可以像個尋寶的冒險家那樣觀察世界。在筋疲力盡進入夢鄉之前，男孩想：我是個尋寶的冒險家。有人把聖地牙哥捅醒了。剛才他在市場裏睡着了，這會兒廣場正重現生機。他四下張望，尋找着他的羊群，後來才意識到此刻正身處另一塊土地。他不但不覺得傷心，反而感到高興，不必繼續尋找水源和草場了，他要去尋找一筆財寶。他身無分文，卻對生活充滿信心。他已經在頭天晚上作出了選擇，要效仿他經常閱讀的那些書中的人物，當個冒險家。男孩不慌不忙地在廣場上溜達着，商販們紛紛支起售貨棚。男孩幫一位甜食商販支起貨棚，那商販臉上露出不同尋常的笑容，商販很高興。在生活的激勵下，即將開始一整天的勞作，笑容使男孩想起了那位老者，就是他先前認識的那位神秘的王。這個甜食商販沒有製作甜食，因為他想去旅行，或者想跟一個商人的女兒結婚。這個甜食商販正在製作甜食，因為他喜歡這份工作。男孩想着這個，發現老人能做的事，他也能做到。比如，知道一個人是在接近還是遠離其天命，只需觀察一下他就行。這很容易，而我以前卻從未察覺這一點。男孩想。搭好售貨棚子之後，甜食商販把做好的第一份甜食給了男孩。他心滿意足地吃了，謝過商販，繼續往前走。走出一段路之後，他才想起，兩人在搭售貨棚子的時候，一個講阿拉伯語，一個講西班牙語，而他們卻完全理解了對方的意思。除了語言之外，還存在着另外一種表達方式。男孩想，我已經在羊群身上體驗了這種方式，現在正在人類身上體驗這一點。他正在學習一些新的事物，這些事物他以前曾經體驗過，但是仍然是新事物，因為他當時對所經歷的這些事物熟視無睹。之所以熟視無睹，是因為對他們習以為常了。要是我掌握了這種不用語言的表達方式，我就能解讀整個世界。萬物皆為一物，那位老人說過。男孩決定不慌不忙，心平氣和地在丹吉爾狹窄的街巷中轉一轉。只有以這種方式，他才能發現所有的預兆。做到這一點需要極大的耐心。不過耐心是一個牧羊人首先要具備的品質。聖地牙哥再次發現，在這個陌生的地方，他正運用着羊群教給他的經驗。萬物皆為一物，那位老者說過。水晶店的老闆眼瞅着天放亮了，每天早晨他都會一如既往地感到心煩意亂。他的店鋪在一座山丘的頂部，
幾乎30年了，一直在這個地方，很少有人光顧。現在作任何改變都為時已晚。他這輩子唯一的本事就是做水晶生意。過去有一段時間，很多人知道他的商店，有阿拉伯商人，有英國和法國的地質學家，還有口袋裏從不缺錢的德國士兵。那年頭賣水晶風險很大，他曾盤算着發財，在晚年的時候有美女相伴，以後好景不長，風光不再，整座城市都是這樣。邱達市發展得更快，超過了丹吉爾，商機隨之發生變化，鄰居紛紛搬走，山丘上只剩下少數幾家店。由於商店太少，很少有人到山坡上來了。但是水晶店老闆別無選擇。30年來，他一直靠賣水晶維持生計，現在改弦易轍為時太晚了。整個上午，他都在望着行人稀少的街道。這種情形已經有些年頭了，他甚至熟知每個行人的作息時間。還差幾分鐘就該吃午飯的時候，一個外國男孩在水晶店的櫥窗前停了下來。他的穿着很平常，閱歷豐富的水晶店老闆認定男孩沒錢。老闆決定回到店裏稍等片刻，待那男孩離去後再吃飯。商店門上的一張招貼注明，這裏可以講好幾種語言。聖地牙哥看到了櫃檯後面那個男人。如果你願意，我可以把這些水晶器皿擦乾淨。男孩開口道，像現在這副樣子，沒人願意買它們。那男人看着聖地牙哥，沒說話。作為交換，你得管我一頓飯。那男人仍舊沉默着。男孩覺得必須自己作決定了。他的匣裏有一件外套，在沙漠裏用不上了。他拿出外套，開始擦拭那些器皿。他用半個小時擦乾淨了櫃檯裏所有的器皿。在這段時間內，進來過2個顧客，買了水晶製品。全部擦完之後，男孩要求那男人管他一頓飯。閘門吃飯去，水晶店老闆說。老闆在門上掛出一塊告示牌後，便和聖地牙哥來到山丘頂部的一間小酒吧。裏面僅有一張桌子，他們剛一落座，水晶店老闆就笑了。其實什麼也不用擦，他道。古蘭經規定必須給飢餓的人飯吃，那你為什麼不阻止我呢？男孩問。因為那些水晶髒了，而無論是你還是我，都需要清除頭腦裏的壞念頭。吃過飯之後，水晶店老闆對男孩說，我希望你在我店裏打工。今天你擦水晶的時候，進來了2個顧客，這是個好兆頭。人們總是談論預兆，男孩想，但卻不知道自己在談什麼。我也一樣，沒意識到許多年來，都在用一種非語言的表達方式同我的羊群交流。你願意為我幹活嗎？水晶商人問。今天可以，男孩回答說。天亮前，我會把店裏所有的水晶都擦乾淨。作為交換，我需要盤錢。明天我得趕到埃及。水晶商人笑了。哪怕你一整年都給我擦水晶，哪怕你從每一件賣出去的商品中都能掙到可觀的佣金，
仍必須借一筆錢才能去埃及，從丹吉爾到金字塔，要穿過幾千公里的沙漠呢。一時間，周圍一片寂靜，似乎整個城市都靜止不動了。集市裏的貨攤，商人們的吵鬧，爬到清真寺尖塔上誦經的人，劍柄上鑲着寶石的漂亮寶劍，全都不復存在了。希望和冒險，老邁的王和天命，寶藏和金字塔，全都不復存在了。仿佛整個世界都停滯了，因為男孩的心已經死了。沒有痛苦，沒有悲傷，沒有失望，只有透過酒吧小門投向外面的失神目光，只有尋死的強烈願望，只有讓一切都在這一刻永遠結束的強烈願望。水晶商人驚恐地看着男孩，上午在男孩身上見到的快樂，突然之間不見蹤影。孩子，我可以給你回家的錢，水晶商人說。男孩仍舊沉默着，隨後他站起身來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拿起他的答：先生，我將為你打工。他說。又沉默了一陣之後，他說道：我需要錢，好去買些羊。